全球通胀见顶，加息周期临近尾声，香港经济正步入复苏轨道。如今，北部都会区不再是纸上蓝图，港深半小时生活圈正在重塑楼市需求版图，而会德丰地产早已在此布局。在这个政策、人口与资本共振的节点，香港住宅市场究竟走向何方？会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先生，从宏观周期到微观布局，他的判断是什么？政府推出的人才計劃持續吸引內地及海外專才來港，這對住宅需求，尤其是中高價物業的租售市場，產生了怎樣的正面影響？我哋即係每一個社會都係啦，其實就我哋都需要人才啊、資金啊，咁尤其是香港咧，作為一個國際嘅金融中心咧，其實我哋更加需要一啲專業嘅人才啦嚇。咁你睇翻我哋嗰個人口咧，嗰個增長其實呢幾年都係放慢咗嘅嚇。咁我相信亦都配合翻嗰個經濟發展咧，我哋絕對需要人才去配合啦嚇。咁所以近年嘅你見到政府嘅政策咧，都大力推動啊高才通啦、一啲優才啦、專才嘅計劃啦，咁都好成功嚇。咁過往呢幾年都好明顯吸納咗，起碼審批咗啦超過15萬個高才通嘅人才嚇。咁呢批人嘅我相信都有7到8成咧係嚟咗香港嚇，或者已經係就業當中啦嚇。咁呢個都會舒緩咗我哋嗰個就業嘅情況啦，或者補充咗咧我哋一啲勞工嘅缺口啦嚇。咁呢方面對我哋個經濟啊或者各方面都有幫助嘅嚇。咁另外一方面好重要就係話咧，好啦，有一啲人才嚟咗啦，咁我哋相信咧自然咧就提升咗佢哋嗰個住屋嘅需求嚇。咁呢方面咧，我相信尤其是高才通咧，你都會見到咧，佢哋平均嘅收入咧，其實都高於係4萬蚊一個月啊，咁都屬於係一個中級或以上嘅收入啦嚇。咁亦都有1/4嘅人咧，其實佢哋嘅收入咧超過8萬蚊，即係差唔多咧年薪係講緊100萬啦嚇。咁我相信如果有咁嘅收入嘅話咧，自然咧佢哋對一啲所謂中型啊或者中上嘅物業嗰個需求咧係會有嘅嚇。咁即係話好明顯啦，即係呢類嘅人才計劃咧都會幫助到我哋一啲唔同級別嘅物業嘅需求啦嚇。人才湧入帶來了需求，面對北部都會區大規模多點同時推出的土地與住宅供應，如何看待市場的承接能力？即係如果你留意翻我哋成個北都發展嘅策略啦，都講緊即係依度都差唔多有成300公頃嘅土地嚇。我哋未來希望容納到喺250萬嘅人口嚇，由現在嘅100萬提升去到250萬。咁啊，亦都講緊有機會依度如果發展成熟晒嘅話咧，我哋依度可以提供65萬個就業嘅機會嚇。咁亦都有50萬個新增嘅住宅供應嗱。我相信呢個新增供應咧，好大部分其實差唔多佔咗有7成到8成會係公營嘅房屋嚇，因為特首啦、政府都好關心嗰個住屋嗰個問題啦，都希望透過北都嘅發展裏邊咧，可以提供多啲公營嘅房屋嚇，令到公屋嘅輪候嘅人士啦可以上到樓，或者亦都令到一啲人咧有條件可以係住大啲，提升大家嗰個生活嘅質素咯嚇。咁你話私樓嘅，咁我相信如果根據翻頭先嘅數字啦，未來如果真係發展晒嘅，都講緊有超過10萬個或者10幾萬個單位啦嚇。咁暫時嚟講咧，如果喺北部都會區咧，其實你睇翻即係除咗 Park Silicon 咧，其實喺同區咧，暫時私人項目都係得3個嚇。咁呢3個都係由一啲有實力啦或者有規模嘅發展商參與嘅啊。咁啊包括即係我哋啦、會德豐啦、新鴻基啦同埋恒基嚇。咁3個項目加埋，其實都係唔多於3000個單位，都係2000幾個單位嚇。咁我相信絕對係有能力咧，被呢個市場消化。北部都會區不只是供應量的問題，更是產品力的較量。新一代買家對會所、智能家居、環保設計的要求越來越高，會德豐 Park Silicon 如何回應這些趨勢？成個北部都會區，我相信都要睇翻整體個策略同埋個規劃先啦，或者個定位啦嚇。咁當時候希望成個北都發展成為一個創科物流嚇，或者一啲新嘅產業
去推動我哋未來經濟嘅發展。亦都由於有創科呢樣嘢咧，我相信呢度都會帶動到咧好多就業嘅人咧，因為佢都希望可以居住嘅環境近啲自己就業嘅地方啦嚇，咁就會考慮有機會啦，會由維港嘅市區裏邊咧搬去北區生活咯嚇。咁呢批人咧，我哋覺得咧，其實佢哋都喺個生活上咧都有一啲要求，佢哋都希望個生活係比較便捷啦、有效率啦，同埋亦都要繼續維持咧一個所謂健康嘅生活嚇。譬如好似我哋呢個項目啦 ，Park Silicon 嘅，咁我相信好簡單兩個字咧，其實涵蓋咗或者形容到啦呢個狀況咯，或者呢個定位咯。第一就係話睇翻喺古洞北嚇，咁呢個其實喺成個北都裏邊咧係一個中心點嚇，咁亦都係一個比較集中居住地方，同埋政府部門咧會遷入嘅地方，亦都係屬於未來咧政府行政嘅區域嚇。我哋都希望可以利用呢個機會啦，打造古洞北成為一個北部都會區嘅一個新中環啊，簡稱就係北環嚇。因為我哋日常認識嘅會有中環或者上環嚇，咁但係會唔會未來嘅北都有條件可以打造成為一個北部嘅新中環？產品之外，交通格局也在重塑需求。港深半小時生活圈逐步成型，北部都會區的買家結構會否因此改變？會否吸引大灣區創科人才北都置業？去到北都咧，我相信又係去翻啦，真係可以達至到咧半小時生活圈啦嚇。因為如果你今日住喺港島，如果你要北上，我相信都要講緊1個鐘頭或以上咯。咁但係如果你住喺北都，住喺古洞北，1個站你就已經去到落馬洲，2個站去羅湖，你去皇崗嗰個新大樓又好近，咁去任何一個地方，我相信半小時之內嚇。咁呢個亦都係會強化到我哋成個深港半小時嘅生活圈咯嚇，因為嗰度係真係性價比高啦嚇，同埋係多咗好多選擇啦嚇。咁呢個有啲朋友都講咯，住近啲，其實喺第二啲地方其實慳翻好多消費都未定噶嘛。本身香港或者成個北都咧都有一個創科嘅產業啦、物流嘅產業啦，或者高端嘅產業啦，咁自然就會吸引到咧一啲大灣區啦，或者深近一啲創科嘅人士嚟香港發展嚇。因為我哋香港亦都有一啲優勢可以俾佢哋考慮啦，我哋醫療啊、交通啊、社會服務各方面啦嚇。咁我相信香港亦都係一個可以俾佢哋發展嘅地方咯嚇。需求結構在變，人口版圖也在變。北部都會區被視為未來香港人口增長的重鎮，會德豐在這一區到底佈局了多少項目？我哋除咗推售古洞北呢個項目 Park Silicon 啦，其實較早之前咧，其實我哋自己都打造咗啦一個北都嘅展館啦嚇。咁呢個展館其實個作用係咩咧？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可以多啲人去認識、了解到成個北都整體嘅規劃，或者未來嘅發展啦嚇。咁因為喺我哋嘅展館裏邊咧，我哋都涵蓋超過有10個展區啦，去介紹北都嘅規模啊、北都嘅發展啊，同埋我哋一啲原有嘅面貌，我哋希望保存啦。咁你話至於公司未來喺北都有咩發展，我相信我哋都係希望繼續會留意依區有冇一啲發展嘅項目，我哋可以參與嚇，因為政府都係積極啦，一啲片區嘅招標啦。咁過往其實我哋都同好多產業聯絡咗、見咗面、認識咗嚇，咁亦都睇下日後有冇機會咧，同一啲內地嘅產業一齊合作嚇，去配合片區嘅發展啦。因為喺片區發展嘅概念裏邊咧，我哋需要同一啲內地嘅產業嚇去合作。咁發展商就負責一啲住宅項目嘅發展，咁但係產業咧其實就需要一啲商業地塊咧去配合佢嗰個企業嚇。咁我相信呢度嘅都係一個新嘅模式啦嚇。咁我哋都希望有機會啦，日後可以喺度參與到，亦都見證咧呢區嗰個發展。談完佈局，再看全局。在全球資產配置的大背景下，香港住宅相比新加坡、倫敦或內地一線城市，究竟還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優勢？相對起其他嘅地方或者新加坡、日本
或者係美國嘅 New York 嚇。咁我相信即係我哋都有祖國嗰個優勢嘅支援啦嚇。咁第二就係話，如果你話睇翻即係物業市場過往一啲所謂調控嘅措施已經完全係刪除晒嚇。咁所謂簡單啲去講，就所謂全面撤辣啦，已經再冇一啲所謂調控嘅措施嚇。咁屬於真係去翻一個自由嘅市場。咁第二個我相信好重要咧，就係話睇翻我哋嗰個租務嘅市場，我哋個交投嘅市場嚇都好活躍。咁即係話大家唔擔心咧嗰個所謂 liquidity 嚇嗰個流轉嚇。好多時候咧，即係大家買一個物業都希望，有需要嗰陣時候啊嗰個流轉係容易嘅。咁我哋香港嘅市場係流轉量好高，好活躍嚇。咁所以大家就會好安心地咧，就會喺個資金配置裏邊咧，會購置物業或者房地產咯嚇，因為租金回報理想，我哋嘅流轉量係高嚇，咁大家唔會擔心咧個資金係綁死咗咯嚇。咁呢個我相信都係我哋一啲優勢比起其他地方啦嚇，我哋市場又好成熟嚇。認清香港的全球優勢之後，內地買家最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此刻是不是入市窗口？選購住宅物業時又有什麼策略？嗱，咁頭先都提過啦，我相信香港嗰個樓市嚇，即係最壞嘅時間過咗啦嚇。咁今年睇翻啦，其實個樓價都有一個溫和嘅升幅嚇，上半年都差唔多講緊有6至7%嘅升幅嚇。咁亦都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啦，內地嘅買家啦，其實特別都係留意幾方面啦，即係嗰個交通嚇。咁本身佢哋都係傾向一啲所謂地鐵沿線啦，尤其是地鐵站上蓋，譬如話九龍站啊，或者係將軍澳啊、啟德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新發展區得嚟咧，仲有地鐵嗰個優勢咯嚇。咁我相信，如果真係內地嘅人士或者大灣區嘅人士，如果有興趣置業嘅，咁我相信佢哋都會留意嚇呢啲咁嘅因素。咁就我相信，如果係啲內地咧或者大灣區嘅買家咧，即係我都會推介佢哋可以考慮下成個北都啦，或者特別係古洞北嚇。因為古洞北第一就係頭先都講過啦，係北都嘅中環核心區域，未來嘅政府一個所謂行政區啦嚇。咁我相信亦都第日個聚焦點咧就會喺古洞北嚇。咁同埋加上有地鐵啦嚇，同埋亦都係深港半小時嘅生活圈啦嚇。咁對一啲內地人嚟講，我相信即係更加方便、更加便捷。我覺得如果真係成個北都成熟嘅話咧，絕對有條件嘅就係等同翻我哋維港都會區咯嚇。咁潛力我相信係相當大嘅嚇，因為都睇翻借鏡翻內地好多新發展區啦。有陣時候真係若干年之後咧，你會發覺佢嗰個成熟程度或者佢嗰個樓價咧，其實係優於一啲現有嘅區域或者成熟嘅區域。從宏觀週期到人口結構，從產品迭代到區域融合，會德豐地產副主席兼常務董事黃光耀先生把香港樓市的現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判斷歸結為一句話：香港樓市正站在新週期的起點，而這個週期的核心驅動力來自北都，來自人才，來自港深融合。